来讲在地人在地前，为了传承台南眷村文化的历史甲生活记忆，台南市文化局甲忠义社区发展协会做伙办一项走读的活动，为府城第一关的山贵子山出发，去拜访眷村。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甲忠义社区发展协会共同举办冠乱三控诉老相片同乐会走读活动，在一路上会跟在地居民，还有回到眷村的伙伴，或对眷村文化资产有兴趣的伙伴，大家一起在水交社看展，进行导览。参会民众伫咧自然甲文化体验的路里，深入了解眷村的生活日常。今天的活动很有意义哈，就是安平区崇义社区附近。 联勤304这一带的社区居民，在这几年有收集了一些老照片，那么他们想要在今年有一些展览跟一些分享。台南市政府文化局表示，市府长期拍拼用旧眷村的空间转做新文化场所的理念来做改造，会继续来推动地方文化的再生。 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